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强先生，隔壁嘅也是吕文先生。今日好欢喜，要叫我过来做英佛波比同一同嘅运动哦。上期我哋做我哋一個講健嘅幫到嘅，更加我哋做一個身體一個部分咧，伸存展棒，按樣棒咧，一個部分咧，可能係各位觀眾朋友佢喜歡嘅一個所在，一個地方嚇，如果人家背囊一片咧，酸軟啦嚇，都有幫助一些嚇。我哋就做讓我做一個動作咧嚇，我哋嚟做一下咯，背囊要弓背嚇，要弓一個背囊要弓嚇，要弓。來，看到大概一腳打同一個鏡頭呢，同樣強度，然後做嚟強度嚇。一腳呢玩一絲絲的，腳頭，一膝頭呢玩一絲絲的，冇超過那個腳尖嘛嚇，冇超過哦，亂嚟學嚇。天天呢，一數呢板凳呢兩個數夾凳呢，嚇，一個數呢對前面綁。也背囊呢，也嗰邊背囊呢嚇，喺邊面強，按你強一下來，按你都要綁到喺邊面嘅背囊，好嚟，變下來嚇，天天嚟變下來，好，我哋嚟做10下嚇，強度嚟就做10下嚇，開始哦，天天嚟變下來，七條變下來，數呢長蹲嚟，數向前，背囊呢向喺邊面對綁。好，綁好了，接下來哈，有感覺綁好了了哈，1、2、3、4、5、6、7、8、9、10天天的變下來，好，要綁了，你要50那個綁了有剛剛硬高啊，綁一下來哈，按照綁一個邊呢？切片咧，肌肉咧，那個肌力咧，哈，肌群咧，哈，來同大家來做一下體測的作用哈。你剛剛咧，你看到咧，哈，同人數插左片，哈，野味一片，人數呢，天天的拿上來，好，一顆跟人2公1號啦，哈，一個2公一片6顆哈，好，天天的切左片咯。讓主看左片打下一些哈，按嚟切數呢，摸的碗打出來，好，按嚟打出來，然後要數米呢傳出去，剛剛一個力量呢傳出去哈，傳出去，綁一片呢肌群，好，按嚟再慢慢的下來，好，按嚟都可以綁到一片的肌群，按嚟呢來再做一下哈。做10下哦，天天的綁上來，好，傳出去，綁左片右片的肌群，好，10下哦，1、2、3、4、5、6、7、8、9、10，好，按你個爽快哈，右片，來做右片的話，就做左片哈，來喲，天天的綁上來，好，我綁起下呢，剛剛要數米啊哈，唔是多呀，個上去哈，剛剛要想象一下個上去，好，對2公一片的插圖呢，反過來一片哈，剛剛有個數米呢，傳出去個顏色，嚟，用一下來，好，再變下來，慢慢的變下來。好，我哋做到下，做10下哈，來，我哋做10下，來哦，好，你要呼吸自然入去哈，透氣哦，純狀個歡喜嘅心情來做運動哈，1、2、3、4、5、6、7、8、9、10，慢慢的變下來。一兩片都不能綁，就綁到嘅哈。而家我哋一個中間咧一個肌群咯，我哋都大部分都有綁到嘅。而家我哋綁下背下肢嘅一個
一个片的存正哈，啊，那用存呢，用绑哈，先练一片，前面呢要练呢，一个哈，而且拿那个表哈，板凳了，它稳下面去哈，用那个墙上哈，那个表啊，那先明顿了，平衡一下，单脚哦，一只脚哈，脚上来竖哦，啊拿下来。 哦，因為有個樹有名壁，佢穩實，佢個安全性嚇。安尼呢，啊有強度呢，人腳個切頭啊，再飆下來哦，飆喺天啊，飆喺天啊下，好上天啊下地方，上天啊下，好有個樹切一時嚇，夾一時力量體也向，好安尼一路幫到也向，安尼可以嘛？假使有能力。 搞个好些的话，哈，可以2隻樹嚟綁啦，哈，2隻樹嚟可以綁。啊，不過注意安全啦，哈。啊，你名壁嘅啦，哈，啊，壁名墩來，好，一隻腳拿上來，切頭呢，綁下來哦。10號，1、2、3、4、5、6、7、8、9、10。 好，慢慢的变下来，安尼可以嘛？好，我个成人一时啦哈，唔怕咪咪绑一时啦哈。然后左一片的右脚啊哈，同样左片手术名壁，安尼个稳一时哈。脚呢拿上来，好，脚拿上来，竖板凳，看看板凳向都唔怕哈，可以板一片都一片，一片都一片哈。按板凳后边米啊，也可以嘛可以哈。哎呦，弯了哈，来，压到了。 變下來，變下來腳，好，切頭變下來，好，上天嚟啦，1、2、3、4、5、6、7、8、9、10，啊，慢慢的變下來，哦，我哋一片也不能綁到誒，要四腳蹄，啊，也不能綁到誒，哈，一片都有練到。 啊，那个练一下哈，後腿的那個動作哈，一片呢要整啦。好，要綁一片的肉個哈，要用。同樣，兩腳打開同樣鍵盤同樣，好，然後右腳呢往前跨，好，往前面跨一下，身體呢張哦，一個野位哈，正，好。 一個後腳呢，一路打弓箭步同樣哈，打出來哈。啊，加強嘅話，人切頭呢哈，全對前面嘟一下來，一切頭呢嘟一下，冇到腳尖嘛哈，都嘟一下來，按坐下來，也切頭要打出，安尼打出，安尼也後邊咪都綁到嚟，哈，安尼一下哈，來再回到原來嘅地方。 來，再做一道下，做10下，好，做10下，來，雙腳綁出去，好，坐下來，讓佢坐下來，好，一坐下來啊，要切頭嘟一下，從前面嘟一下，要綁到嚟，哈，1、2、3、4、5、6、7、8、9、10，哦，好誒。 好嚟，再嚟做片呢哈，跨出去，好，身體調一下來哈，要坐下來，開始坐下來哈，好，一坐下來要坐，一個切頭呢往前嘟一下來，好，嘟一下來一路坐下來，好，還要切到哈，開始了嘛，因為剛剛有綁到嘛，有哈，1、2、3、4、5、6。 7、8、9、10，哦，好誒，哇，你都有綁到，我再教各位一個聽嘅綁法吧，哈，有個蠻清楚。好嚟，錄完了，大概一肩同寬哈，對，同肩頭同樣寬嘅，好，冚一下來，人家做法冇同樣嘅啊，好，人家樹呢？ 把那左片一片，板凳了，好，邊個一片，往後邊面呢坐，好，
注意哦哈，注意哦，莫往倒哟哈。你可以抽一倒就一倒诶，自然呼吸，要吃盐就好诶，安尼放。好，然后强度有强的话，你可以扣头。注意哦哈，莫跌倒哈，乱注意哈，乱嘞。好，一片呢又有绑多哈，一片有绑多。好，安尼，好来，安尼来做一道哈，做10下，来做10下来，开始哦。右脚跨出去，左脚手呢先扳呢左片的右一片，轻轻的搓下来，力量我提一向，左边下来，搓下来哦，注意安全了哈，2、10下哦，1、2、3、4、5、6、7、8、9、10哦，好，再来做左片的呀，左脚扛出去，来训练右脚的一片后腿哈，来，10分呢坐下来，有吗？坐下来哈，感觉哦，好，冇等到响了哈，坐下来，开始有没有？1、2、3、4、5、6、7、8、9、10，好，再上来。哦，今日轻松快啊哈，又有练到样个呀，一片的肌群，特别本人有肌群，腳呢又個有力些哈，個有練，後邊面又有練到，前面有練到，一刻呢非常呢歡喜呢，同大家嚟做一個上半部嘅一個肌群嘅群眾運動請多謝大家空下來運動哦，下次再見咯。大家好，我係立榮，第2篇大家強下對呢個警察工商辛苦咧，任務也根本嘅2月15日的人員日擺嘅中華民國警察節了，第2段時間啊，呢個政府咪會拍動多嘅慶祝法圖，為到不呢個人民下了解警察到底做乜嘅，警察同人民強下來合作，呢將會有幾耐更好嘅生活環境咯，分享俾大家。唔過話慶祝之外，咪記得咯。當然仲可以填寫準時的收看呢個福氣，認為看福氣個行業會幫你打你好啦歡喜。